来关心天气哦，风太过啊，也毋过受到低气压的影响，台湾各地天气嘛是个真无稳定哦。气象署是提醒讲，东南部有西部地区，伫拜一、拜二哦，有可能会落大水雨。拜三开始哦，水气较减少，各地会来恢复高温烧热的天气，也毋过过昼哦，共款卖落3、8雨。风台过了，真侪民众趁好天，赶紧甲棉被摕出来晒日，甲厝里摒扫清气。毋过气象署指出，东半部甲西南部的天气也是真无稳定，受到低气压的影响，拜一过昼了后，嘉义以南有机会闪大雨。若拜二换西半部伫过昼了后，会出现闪大雨的状况。若东半部地区这2天拢会有机会落大水雨。今天跟明天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，环境上不稳定。降雨的区域也是比较广的。那在今天的话，包括在东半部，因为受到低压的迎风面，所以在东半部整天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。西半部的话，原则上是时晴时雨的天气，可是，在中午过后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雷雨出现。今天主要是在嘉义以南地区，不排除会有短延时的大雨或豪雨。气象署指出，拜三开始水气减少，各地拢会恢复高温烧热的天气。不过嘛，爱特别注意过昼了后的西北雨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拜三过后水气减少，恢复热天的天气，透中昼尽量莫出门晒日。若下晡要出门，就爱记得炸雨伞。到了明天之后，台湾开始受到了台湾东边这个高气压的影响，环境上开始比较盛行、比较弱的西南风哦，所以在礼拜三之后，水汽上是有逐渐在减少趋势，各地开始恢复到比较夏季的天气形态。气象署嘛特别提醒，风台虽然走啊，不过这2天各地的天气依然是真无稳定，尤其是东南部甲西半部的海涌也是真大。气象署提醒要去海边啊佚佗的民众，爱特别注意海涌的状况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伫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